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振兴券，民众是付1000块的现金换3000块的券。啊，使用这个振兴券有真侪方式，这个电子支付是政府一直咧推广的重点。 振兴券即将上路，金额呢传出就是用1000可以换到3000元，而使用方式也很多元，其中结合了电子支付最受瞩目。因为是全职妈妈，对我来说是方便蛮多的，应该就会比较有这样的动力。折扣优惠券，然后直接绑到手机，不用再特别去拿纸本的，我觉得比较好。财政部和公股银行共同推动的台湾 Pay， 按算透过直接优惠、厂商合作，还有举办抽奖的活动，3个方式来扩大市占率。 Line Pay 还有悠游卡嘛表示，伊嘛拄咧规划相关的优惠的方案。行动支付业者配合政府，要让台湾电子支付市占率对2019年的6成冲到9成。 一个考量是说无现金交易这件事情，防疫的需求以后可能是常态性的需要。那既然是常态性的需要，你又要避免货币成为它传染媒介的话，那你是不是更需要推动无现金交易？政府按算讲和买喙暗同款，互振兴券用实名制，买当哩4间超商、邮局、银行去领。但是12岁以下的囡仔嘛是爱由监护人提证件代替去领。